今集準備呢個娃娃菜湯啦。首先準備娃娃菜啦、薑片、雞肉啦、雞塊、鹽、清水、薑片啦。咁你將啲雞肉洗淨切塊，用冷水洗去表面嘅血水，可以提前用小希嘅酒同埋薑片醃製10分鐘，去腥增香。鍋中加入清水，加入適量嘅薑片，放入雞肉，大火煮開之後轉小火，撇去一啲浮嘅沫，煮呢30分鐘到呢就熬成湯底。將娃娃菜洗乾淨之後，可以根據個人喜好呢切段或者整個放入去啲湯入邊加醃10分鐘得啦。跟住加入枸杞，繼續煮5分鐘，直到湯呢味鮮味同埋一啲蔬菜煮熟。最後根據口味加入適量鹽調味即可。枸杞含有豐富嘅維生素同埋抗氧化物，加入湯入邊不僅提味同埋增強營養。可根據個人口味加入胡蘿蔔、香菇或者其他喜歡嘅蔬菜。請點讚關注我哋。